竟然有銀行推出3年期嘅定存優惠，高達2.8厘添。如果你做10萬蚊嘅定期，咁你就可以咧得到咧呢個8000幾蚊嘅港元利息。如果你做呢個4年，就可以收到11000蚊左右嘅利息。啲細節咧，大家要留意嘅。首先第一樣嘢，呢一個嘅定期咧係唔會每年派息俾你嘅。如果3年之後同埋4年之後咧先攞利息出嚟嘅話咧，就冇咗呢一個資金嘅靈活性。第二樣嘢，想提早攞翻嚿錢出嚟嘅話咧，就一定有罰息嘅。上網 search 咧都唔係好透明，你見到可能咧係有一個都幾金嘅罰息。減翻呢一個通脹厘數之後咧，有肉食嘅程度咧其實都唔係好高。才女嘅利息比較計算機已經出場啦，比較唔同銀行又或者唔同機構咧推出嘅息率，實際係可以幫你賺多幾多錢嘅。想要嘅話留言我要才女利息比較計算機，咁我就會送俾你噶啦。